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大家電視機熒光幕會見到一部六合彩嘅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係即刻開始第61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9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19。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34號 ，second draw number is 34。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5號 ，third draw number is 5。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20號 ，fourth draw number is 20。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12號 ，fifth draw number is 12。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36號 ，sixth draw number is 36。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46號 ，extra number is 46。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5號、12號、19號、20號、34號、36號，而特別號碼係46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嘅六合彩結果，又或者投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瀏覽馬會六合彩嘅網頁。好啦，節目時